大家问蔡万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台语天桥公开1992年的专辑，有一首出名台语歌，歌名是《转来阮身边》，经过30多冬，甲咱同款足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转来转，读转第二条，读转这是读鼻音，转有改变方向的意思，像讲方向改变，咱讲是转南方，嘛当讲是改变的意义，像讲咱定来讲一个人见笑转上去，嘛当形容是回去原位，像讲转去，或者是有人读做转去，你一寡所在转去嘛有过身的含义。另外，这个转会当讲是说，像讲电风撇啊咧转，嘛会当讲是转说。啊，来形容一个人讲话真煞拍，咱讲伊讲话足练转。转嘛会当形容是超切代志，或者是钱方面的代志，像讲转钱，或者是讲代志转袂好势。这个文音读做转，像讲回心转意，咱就惯势读文音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照用字读做转，意思挖紧转，像讲转开关，嘛会当讲是转开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翻转年，简单来讲，意思就是明年，嘛会讲是过年、过转年。第二个词读做翻倒转，意思就是颠倒安怎。嘛有一个词讲是变练转，也就是翻倒倒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艰苦有时过，这间店今年拄开业，生意无讲足热市，小寡了钱。要毋过头家足乐观，有信心，翻转年市场就会较加热，整势就会翻倒转，开始大赚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转，这是鼻音，文音是转，另外照用字读做转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